进前伫新北市发生一国中生伫咧校园内面互学生囡仔抬死案件，这专案今日宣判，新北地方法院依照杀人罪判抬死人生过少年家仔呢关9年，也涉嫌使人姓林的少女是关8年。死者的老爸今日是无来到法庭听判决，针对着一审的判决，伊表示讲伊无法度接受，也强调讲伊一定会上诉。近日间发生新北国中生挂案的案件，当手的姓郭少年甲涉嫌教唆的姓林少女，5月互检方依照杀人罪起诉，新北地院30宣判，姓郭少年9年徒刑，姓林少女8年，专案由原应上诉。判决庭认为两人构成暴力应解决纷争，伫校园犯杀人罪，危害校园安全，互被害者爸母失去所爱人。检察官家属拢请求中当量刑，毋过考虑两人符合减刑条件，地关教唆自伤了后。因反省过错，认为两人需要时间学习甲调整，等时间地机构矫正。我们的人命比那种贪污还要不值钱吗？我不知道我们的法官是在做什么的，让我觉得说我们的司法全部都是瘫痪掉了。我刚刚已经有跟我的律师讲说，我一定会上诉。我觉得这种判决谁能够接受啊？爸爸今天真的非常的沉痛，是因为他们已经剥夺人的生命。对于一审结果，家属无法度接受，批评司法倾向加害者，强调一定会上诉。宣判了后，姓郭少年爸爸表示有向被害者家属回息的，也强调后生较爱耍，但伊转来用弥补就弥补。新北市教育局对判决结果表示尊重，强调继续强化学校安全教育，执行校园安全检查机制。凡提出校园安全项目申请的学校，都会给予补助。申请项目除监视器外，也包含紧急救助系统、校园死角照明设备等。真侪家长团体是到立院之前，呼吁司法院针对郭案的案件应该公开检讨报告，各有3党立委司法院代表等人接电情书。被害人他应该要有阅卷的权利，甚至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。调保官他在做调查的时候，他没办法去调阅一些孩子的辅导记录。家庭团体呼吁政府应该确实检讨回刑少年处理机制成效无好的问题，修补漏洞，避免今日的回刑少年加速明仔成人罪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